心靈交響曲。前路要緊跟隨誰，才得穩妥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腓立比書2章13節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保羅向我們作出鼓勵，在主內我們有住同一個身份，就是神的兒女。與神的密切關係是緊緊相連，各信徒仿如身體各部分，連結於主耶穌基督為首的教會，彼此會在勸勉、會在扶持中不斷成長，更在彼此的互動中，有住相同的意念、相同的心思、相同的愛心，更因着從神而來的信心，而得着喜樂與滿足。在主內能同心合一的敬拜神，是聖靈的帶領。結黨惹來爭論，貪圖虛浮是驕傲，是會阻攔我們與神的親密，也會影響各肢體的連結。保羅勉勵眾人要將眼目轉向主耶穌基督，以主耶穌基督的謙卑、順服於神的心來彼此服待，榮神益人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。天父上帝愛我們，關懷我們，使眾信徒在主耶穌基督裏彼此扶持，同得喜樂，在領受神所賜的聖靈而心裏得着平安，能見證神的美好，須緊靠着是主耶穌的帶領。以上祈求奉主名禱告，阿門。